全身麻醉，檢查前準備，手術前6個鐘你唔可以食嘢。請問你有冇食咗嘢？食過嘢？手術前2至3個鐘，2至3個鐘，可以飲少少清水。內科病史，你有冇糖尿病、高血壓、氣喘、心臟病、腸胃病或其他家族病史？外科麻醉史，以前做過乜嘢手術？以前做過咩手術？手術麻醉時有冇不良反應之類？藥物史，呢家食緊乜嘢藥物？藥物以前有冇對藥物過敏？藥物敏感，過敏反應嘅嚴重程度係點？程序，請問你叫咩嘢名？身份證號碼？做乜嘢手術？身體邊度要做手術？進入手術室後，麻醉科醫生、外科醫生同手術室護士喺進行手術前，會先喺你嘅靜脈插入膠導管，用嚟靜脈注射
輸液同輸血。你身體會貼上多個監測器，監測嘅複雜程度視乎你身體狀況同手術類型而定。血壓計、壓脈帶、電極貼與感測器將會連線到你嘅手臂、胸部及手指，用嚟監控你嘅生命表徵，包括血壓、心跳和心率和血氧飽和濃度。